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7月5号的新疆乌鲁木齐流血事件，表面上已经平息，但是在国际上的争论还是不断。那么，西方的主流媒体和人权团体依照往例，对于中共当局大加挞伐。在国内，维族和汉族两方都以受害者自居。那么，海外的媒体博讯近日引述一位中共退休老干部的话，他表示，新疆事件能够扩大到这个样的规模，完全是由于胡疆派系斗争的结果。那么，本文一出，让这个事件又再度升温。我们想利用今天1个小时的节目，来和各位观众探讨一下，新疆事件到底是单纯的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是中共在背后的策划，或者是派系之间的斗争造成的。那么我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现场的2位特别来宾。那么这2位都是我们新唐人的资深评论员。第一位是杰森博士，杰森你好。袁清好，观众好。第2位是恒河先生。袁清好。好，那么我们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来谈这个问题啊。对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事情，它到底只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中共在背后的策划，或者是说派系斗争的结果？恒河先，您对这个事情我们先有什么看法？我们就先讲一下您的观点是什么？我觉得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冲突的问题，有中共背后的因素在，而且呢，很可能和中共高层的内斗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单纯的民族冲突的话，不会从爆发的这么广泛，而且呢，是从一个地方有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认为广东韶关事件和新疆的事件应该是统一在一起考虑。是好。那么杰森博士，你的看法呢？我更倾向认为是中共这50-60年来，民族政策一个彻底失败的一个展现，和中共目前管理这个就是官员本身的这个执政能力极差，反应迟缓，造成的整个的这种就是一个事件扩发就爆炸式的这个发生的这样过程。我不倾向于认为这个事情是因为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原因。好的。那何先，你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观点来谈一下？您认为这个事件如果跟中共的高层涉及在里面，或是有这个派系的斗争 involve 在里头的话，有什么样的动机啊？那么大概描述一下。我是想先说一下我的理由，为什么说我认为有中共派系斗争在里面。首先韶关事件呢是有人策划的。这一点呢，我想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即使有人认为新疆乌鲁木齐事件不是策划的话，那么也不能否定韶关事件是有一定因素的。因为韶关事件有个最大的疑点，就是怎么能够聚集起几千的工人来围殴几百个维族的工人。那么这个围殴的过程，你要知道，我们看过历来的这个录像片，各地的这个所谓群体事件，包括和武警的冲突，民众所用的武器最多是石头而已。要把几千人装备起来，用棍棒或者是用能够被称作为武器的东西来武装起来的话，这个没有组织是不可能的。而作为自发的一种行动的话，最困难的就是有人来调度这些东西。因为一到调度这些东西的话，它就牵涉到要有人去，哪怕是开车，要有人出钱，要有人去去收集。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如果没有搞过后勤的，他不知道，很大的工程。所以我认为这里头是有人策划的，而且有更高的一层，除了这个直接参与的人以外，所以我认为韶关事件是背后有这个影子的。那么韶关事件发生以后呢，整整10天的时间没有处理，那么会不会是就是反应太慢呢？那我们要看到，你像石首事件出事的时候是为了一具尸体。最后出动上万军警去抢一具尸体，最后把这件事情处理了。这件事情从爆发开始到把尸体抢到，一层一层上去，最后到动员到1万武警的时候，前后没有超过10天时间。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各级官员一级一级没有反应机制，而是在这件事情上他这么没有反应的话，我认为是故意不做反应。那么故意不做反应呢，就是等着事态的爆发。因为我们知道维族地区本身长期以来出过很多事情，不是说一件事情，也不是说今天才出现的，只是说有很多大规模的骚扰我们不知道。那么但是当权者他是知道的，
特别是新疆的当权者，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在知道的情况下不做防范措施，而在韶关的呢，因为它是一盘棋，韶关的呢却不做处理，这就是等着事情发生。是杰森博士，您看法？对，就是说呢，因为实际上中共它本身是一个封闭的很严的一个社会，就是说呢，对于韶关这个事情的话呢，它的到底真相是什么，没有一个第三方的消息。就是呢，根据不同的人他看到的消息不同，他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说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就是说呢，韶关的这个起因我们都知道了，是说有人说是网上流传说维族工人强奸了那个汉族的女工，最后呢，当时那个汉族人就跟这个维族人冲突，最后发生了就是说两个维族被打死，就近100个被打伤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这个事情的话呢，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说呢，因为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是呢，我推测就是本身这个事情本身的话呢，它实际上是非常有可能是一个无组织的就是一个长期以来民族偏见引发的一个暴力的群体的一个互殴事件。我更倾向于认为，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南方很多像那个韶关有很多的大厂，它的员工可能近万，而这个呢，就是这几百个维族人，实际上是中共所谓的就是说呢，想让那个维族人解决维族人当地就业的问题呢，他们的专门是找了一批维族人劳务出口到南方来。那么这几百人人数在汉族人里头当然是少数了。那么就是说呢，汉族人对于维族人，我们知道了，长期以来，不管是方方面面中共的宣传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造成了确确实实对于这个维族人有很强的这种偏见。就是说呢，这种偏见的话呢，不是来自于自己真正对维族人的了解，是就是说呢，是传闻和这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化的一个印象在那儿。那么呢，这种这个对于维族的本身的不理解和偏见，实际上是给很多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这个事情是个谣言的话呢，但是这个谣言迅速就被汉族人接受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导火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知道。如果是个近万人的企业，那么出来几千人，然后呢，就是跟那个几百人维族人就是来进行斗殴的话呢，当然维族人因为人少就会出事儿。出事儿以后呢，事实上呢，就是说呢，据说很多人是住了医院，同时的话呢，公安也是抓了一些人。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事情本身，中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认为。他新闻封锁得很好，他认为他整个这个事情的话呢，中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就是说呢，在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他尽可能的把这个地方的新闻封锁得紧紧的，然后呢，实际上是个掩耳盗铃的过程。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过程中，他们也是意识到，实际上这个消息已经传到海外，还会又传回国内，整个这个事情已经在新疆造成了一定的概念了。而中共这个体制本身来说的话呢，他用掩耳盗铃的方式。我把我自己的这个本地的新闻盖住以后，我就以为这个新闻就被我整个这个事情就被我一手遮天的盖住了。实际上呢，整个来说的，我认为的话呢，就是说呢，中共官员是个执政能力的问题。他们就是说，他不认为整个韶关这个事件会迅速的在新疆这边酝酿。所以说，整个来说的话呢，是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个人感觉觉得很可能是一个民族就是之间的互相偏见造成的一个暴力群体事件，最后呢是一个官员的这种不敏感和执政能力很差造成的，没有在新疆有个预防，或者说是没有高调的有一个就是说处理这个韶关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消息，来解除这个民族的这种导火索这样的情绪。所以我还是认为呢，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策的问题和中共执政能力的问题。是好，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新疆流血事件，我们来抽丝剥茧谈一下。那么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646-519-2879 Skype。RDHD2008，中国大陆的免费电话是400-708-7995，拨通了以后再拨打899-116-0297。我们现在先接听一位纽西兰的观众朋友的电话。喂，您还在线上吗？是我在线上。好，请说。喂，你好，主持人和两位嘉宾，你好。你好。这是新疆事件呢。喂，你好。喂，你好。好，请说。听得清吗？听得清楚，请说。好，我说，这是新疆事件呢，根本就不是什么为汉民族矛盾冲突的结果，它实质上是长期以来中共民族政策一大败笔的表现，也暴露出中共在处理群发事件能力方面的和脆弱之处。尽管去年年底开始
对全国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各级派出所长的培训，教他们如何处理群体事件。可是这次韶关事件和新疆群众抗暴事件的处理结果仍然不尽人意。中共除了会动用全副武装军警武力解决之外，没有其他的合适办法，他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后呢，他们只能够拿出用1亿元的政府特殊抚恤金来安慰这些无辜死亡群众。那么关于这1亿元特殊政府抚恤金，我想说一下，是否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中国人民老百姓的生命价值就是20万？是否可以理解为今后各级政府、各级武装力量、军队、警察、司法、劳教所、片警、护警、城管，是否都可以杀人？在解决群体事件的时候，都可以用武力杀人来解决。反正事后拿出20万赔付给死者，就可以不被问责，不负法律责任。我要问，那么6市大屠杀死亡的3000多人，还有5000多人受枪伤，像方正、齐志勇这些残疾人以及死伤者，他们没有得到补偿的20万。去年西藏山腰市抗暴，造成了140名确认身份的藏族平民因枪伤死亡，他们都是无辜死亡群众啊，他们没有得到补偿的20万。那么去年，四川大地震，因为中共制造的豆腐渣校舍，那些死亡的中小学生们没有得到补偿的20万。中共体制下制造的癌症村、癌症县目前报道出的因污染直觉死于癌症的农民兄弟们，他们没有得到补偿的20万。上访群众中，被打死在劳教所里的没有得到补偿的20万。法轮功学员3300名在监狱和劳教所里被酷刑殴打致死，他们没有得到补偿的20万。我想说，通过新疆事件，让海内外的中国人该觉醒了。中共政权永远伴随着杀人和迫害。好，谢谢。那么，好，非常谢谢朱女士。那么我们回头再来谈一下，我们等一下把这个朱女士的问题放到后面，可以来讨论一下。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恒河先生，您说刚刚这个韶关事件是中共他们这个有意不作为就是延迟了这个处理的。那么他是后面预期到要发生其他的事情，或是他要精心策划安排后续的发生事件吗？是这样的，因为韶关事件呢，它发生以后，那么在它之前，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因为发生在广东的事件，我们必须考虑到广东的特殊情况，因为广东刚刚在政法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是这个胡对江系的这个残余人马的打击，所以他把韶关当时把这个广东省的当时的政法委政法王给搞下去了，然后呢把接替他位置的政法委的那个管政法的副书记也搞下去了，那么在这之前呢把公安部的部长助理郑少东搞下去了，紧接着呢就把深圳市委书记许宗衡搞下去，矛头直指黄立满，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使得广东帮受到了就是江家帮时期的广东帮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但是呢这时候呢就是说江家帮很想通过一个事件来反击，那么这是他的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韶关事件后来公安部门或者是公检法部门或者是政法系统没有采取措施，就原来应该他们采取措施，他们没有采取措施的话，那么也是这个帮派应该是负主要责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消息传到这个新疆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要出事，不是说谁不知道。那么新疆如果他们是已经得到了情报的，因为据后来说他们已经掌握了消息，说是这个热比亚在海外策划，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掌握了消息了。掌握了消息的话，他有没有应对能力？他是有应对能力的，因为新疆这个地方不一样。去年奥运的时候，大家知道奥运它重点在5种势力，防范5种势力，所以对于5种所谓势力的话，它是有整套防范方案的，其中有一个就指的是疆独。实际上在新疆的整个管理体系是非常非常严密的，这个严密呢可能达不到就是内地被管得最厉害的地方，但是呢也比其他地区要严格得多，因为它这是一个重点防范的。那么长期以来对于新疆的
整个防范，它的这个安全措施和整个一套反应系统都是非常严格，而且是非常完善的。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么多人上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如果说他要防范的话，他是有力量防范这么多人上街的。因为你聚集的话，你要互相要有人通知，要有人把它弄到一起来。而在这个新疆呢，这些眼线就是打听的眼线很多很多的，所以第二天要上街，这个司法部门不可能不知道，一定是知道的。所以我认为在这里呢，关键是中共整个一个策划的，就是以中共作为一个整体来策划，还是它里面的派系某一个派系为了自己这个派系的利益进行策划，这是我觉得应该讨论的问题，可以讨论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问您一下，接着这个话题下来的话，如果您说是中共派系之间的一些斗争的话，那么不管是胡或者是江派，他们做了这个以后，他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政治的筹码？我认为如果从江派来说的话，他当然有他的好处，就是说他现在是处于一个守势。当然，他希望在下面18大的时候，他能够仍然保证他自己的人在里面。17大的时候，为什么要安插人留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怕清算。这一点，我想很多人都同意这一点，就是说他血债太多，特别是镇压法轮功血债太多，所以他怕清算，所以一定要留下他的人。所以他的全部条件就是你不要清算我。我倒不觉得他有更大的力量能够维持住他的力量在政治局里面。他就是怕人走茶凉以后人家来清他，所以呢，他的好处呢，他只要把对方弄到，因为现在是胡掌权，所以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的话，在党内要去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是现在掌权的第一把手，应该是负责任的，负主要责任的。所以如果说给他造成这么一个困难的话，或者是造成一个这么比较狼狈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对于他在18大的时候之前安插他的人，或者保证他的势力不被崩溃，他是有好处的。所以他是有动机的，他有动机，而且他有能力，因为在政法体系依然是他这个执政的时候的周永康在掌握。周永康肯定是江的人，所以周永康不管在新疆在广东，他对这些事情是掌握的非常好的。你不能说他不干事了，他什么都不管了，他其实是管的，这些事情他是管的。是，而从江的角度上来说，从这个胡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如果是他策划的，当然网上现在有文章说他可能是参加策划，但是我个人看不出在策划出这样的事情来对他有什么好处。是。好，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来继续进行讨论。纯善纯美的艺术盛宴，中华文化的神韵再现。神韵艺术团即将于8月2日晚间7点，在纽约 Westchester Th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Purchase College 盛大演出，网址是神韵 performingarts.org。2009年，新唐人电视台第3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将于8月1号、2号在纽约市举行，精彩可期，请勿错过。订票热线1-646-736-2988，vocal.ntdtv.com。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第2届全世界华人小提琴大赛将于今年在纽约隆重登场。这是一个给全球华人一展小提琴才华的好机会。大赛金奖奖金高达1万美元，请立即报名。报名热线646-736-2988。比赛规则及大赛章程，请上网查询 violin.ntdtv.com。人电视台第2届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将您眼中的世界化为永恒。报名
截止日期8月31日。详情请上网查询 photo.ntdtv.com。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直播现场。杰森博士，您对于刚刚恒河先生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对于这种就是说理论的话呢，就是我整体的感觉呢，就是说从几个方面我很难信服。首先的话呢，就是说最关键点就是说呢，我从不把中共内部派系这样的问题看成是好像是非常系统的，好像有组织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从上往下这么有效的运作。中共这个体系在我看来，目前来看就是一个拿钱的体系，只有钱在上下维持这个体系，离开钱，这个体系本身来说没有上行下指上令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效机制。实际上呢，这是整个中共体系。派系就更是这样。实际上呢，就是说呢，整个来说的话呢，随风倒了各方面，就是这是中共里头非常常见的问题。当然就是他确实谈到了，就是说呢，确实新疆作为一个中共一直很关注的地方，它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应机制。那么为什么事件爆发的那当天晚上，长达几个小时那种就是杀戮行为，就是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死亡，具体怎么死我们先不说。那么这个过程为什么中共没有反应？这是一个问题关键。实际上，在我看来的话呢，这实际上呢就是我同意中共有一个反应机制在新疆，但是这个机制不是说是日常运作的机制，日常维护社会治安的这个机制不是那个机制。当然，中共一旦调动起来，确实很快整个街道全部布满，第二天整个街道全部布满了中共的军警。它这个机制后来是起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机制反应很慢。在日常就是说维护治安的这样的一个警察，他的指导行为呢是按中共一贯的两少就是说是那个两少这个一宽的这样的方式，这个来做的。所谓两少一宽，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共对于这个新疆这个维吾尔族人，他长期以来就是说呢，中共的态度是你反我，我杀你。你要是说呢，你针对汉人或者针对其他民族的人，我有一个政策叫做，就是说少抓少杀，从宽处理。实际上就是说整个这个明文规定交给每个警察。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呢，在维族，这就是为什么新疆当地汉人跟维族人有很深的这种内根的隔阂，就在于这样子。维族人认为汉族人占了我们的地方，到我们这儿抢我们的资源，我们没有任何工作机会，使我们就整个生活水平很贫困。那么汉族人认为呢，就是说呢，就是维族人可以就非常暴力的对待汉族人，那么呢就是几乎不对法律追究。实际上呢，是中共的政策，这种民族一边倒的把自己法律放在一边的这种两少一宽的这样的政策，使得整个这个就是维汉就是毛族有一种隔阂。而一般的公安人员，就是整个在中共这个警察，他对于维族人的犯罪通常是属于那种先不管。所以说在最开始他们在从集会演变成比如说砸一些饭店或者砸过往车辆的时候呢，很多警察的态度是不管，这是他们以前经常这么做的。因为在新疆很多时候很多人反馈，维族人咣几个人把一个汉族人打了，甩身就走，警察在旁边看了，你装着没看见。实际上呢，这是中共警察在维族，就是维吾尔，就是新疆那个地区，他执行他的公务的一个普遍的政策。我们知道当时80年代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时有个军队有一个军车晚上开车的时候呢，看见好像远远的看见有个牦牛，他以为是野牛，用枪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那个他就想拿回军营去吃，就没想到那是一个当时那个维族人的自己的牦牛。那维族人就不干了，过了他没开多久，就很多维族人就把这个车围住了，围住以后就往车上砸石头，然后往车上爬。那个军警就他是军车嘛，军车他就以为是那当地暴民，他也不知道，没有联系出来，没有把这个自己打死这个牛和那个维族人现在来攻击这个车联系起来，他以为是当地这个土匪来抢车，军车，就他看有一个维族人爬上车的时候，用枪打那个维族人，把这个人打死了。实际上本身方方面面是个误会，是个误杀，按法律规定应该是就是说不应该是按这个谋杀罪判死刑的，但是呢，当时中共就是直接就是按死刑判了这个军人。为啥呢？就是说他为了怕惹当地的这个维族人。这时候实际上这个事件本身给当地的这种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实际上脑子里都架了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呢，维族人中共的政策
偏袒的很厉害，我们最好别惹。所以说呢，在很多这个事件上的话呢，我觉得他最初的没有反应，就是说呢，几个小时就是这种很多人在这过程中死亡，他没有反应，跟他整个长期执行的这种维族的这种两少一宽的这样政策非常有关。这个政策本身是个非常失败的，失败的损害是双方都失败。汉族人是这个政策的失败者，维族人本身呢也是最终这个政策的失败者。是好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何先生您讲到了，从韶关事件发生了以后，到他们预测了会在新疆发生暴动，那么中共他们对于这种活动的监控，或是对于这些消息来源的这种情报的收集等等，他们的系统是怎么样？它能力有多强？这个能力呢，现在从新疆角度来看哈，因为去年我们大家仔细去观察一下这个奥运的这个布局，奥运安保的布局呢，针对5大势力，所以呢，它呢有一整套方案。奥运结束以后，周永康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奥运安保常态化，就变成日常的规模操作。所以在这种规模操作下呢，就是说它的监控能力非常非常强。大家知道，在奥运的时候第一次使用了就是 face recognition， 就是面孔的识别系统。他们这个声音的识别系统已经用了很久了，就从这个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在全中国范围之内开始完善，特别是后来的这个京东工程。京东工程最早实际上是公安办公自动化，它就建立了5大数据库。其中呢有户籍管理数据库，有这个法轮功数据库，那么有一些流动人口数据库，这很大的。这个数据库一直连到京顿工程的第4级，4级就是派出所这一级，所以派出所都已经可以直接联网去查询了。所以每个地区在这个年度报告的时候都会提到，叫做网上追打逃犯这个运动抓了多少。那么这个监视系统有多有效呢？2001年的时候，曾经有过吉林省有个文件，就提到过3人以上聚集就要抓起来，所以它的控制的人数啊是在3到5人，它能够控制住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超过3个人、超过5个人的聚集，它就能控制。那么这个呢，在中国大陆呢，大家知道有一个就是叫做居民委员会的管理体系，这个居民管理委员会就是把这个对人的监视一直落实到最基层，所以才会有这个老太太这个叫小脚侦缉队，带着个红布到法轮功家的门口听，在那个门缝里头听里面有没有放练功音乐啊，就干这种事情，听到了马上就去报告，就去刷，所以他的监视是1家1户的，这个监控能力在重点地区非常厉害，在新疆也是非常厉害的。相对来说哈，在西藏要弱一些。西藏弱的原因是因为西藏的人口除了拉萨以外，其他地区的人口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藏族人为主，特别多。但是呢，新疆不一样，新疆实际上是多民族的混杂地区，新疆有大概10几个民族，至少有，那就光是穆斯林就有5、6个不同的民族，那再加上汉人后来又去了很多，所以呢，他们的监控系统应该是在居民委员会这一级的，所以能够非常有效的能够了解到将要发生的情况，将会有人的聚集。你记得前2天，就是去年奥运前后不是发生过几起，说是围剿东突武装分子的那个行为嘛？那就是说有人眼线报了以后呢，就在这个几小时之内就找到了他的落脚的地方，然后把他包围起来。那么实际上当时里面也就是几个人吧，3、4个人。然后就围剿，然后就大概都打死了。那么就他的眼线和他的追剿的能力，在去年奥运前后发生的几起他们所报告的所谓恐怖分子活动的这个案例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控制能力和这个收集在居民这一级收集情报的能力是相当强的。是的，好，那么我们现在接听一位日本的顾女士电话。顾女士你好。顾女士，请说。我想说，请想一想，成千上万正在被虐待的法轮功学员，想一想为法轮功说公正化的高志胜他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希特勒掩盖事实？好，谢谢。
好，谢谢顾女士。顾女士跟刚刚那位纽西兰的朱女士都提到了法轮功的这些被迫害的情况啊，我们等一下可以回头来谈。那么刚刚Jason 博士你提到了就是中共它的这一套监视的机制，像刚刚恒河先生所分析的这套监视的机制，它是不是应该是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您认为说这套监视机制它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效果，然后后面不能够做到及时的反应，只是因为他们的反应能力差？基本上的看法可以这么说吗？我更倾向于这么看。其实我也看了很多中共自身的报道。实际上呢，中共自己的报道就是说呢，说当天下午，实际上就是说有人报，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很早就告诉就是他说有这样的聚集活动，他们是知道这个消息的，甚至派了一些便衣警察去看。后来的话呢，这个事件呢，就是说逐渐就是凌晨1点钟。当然我们知道了，新疆的凌晨1点，实际上是新疆人，因为新疆和北京的时差很大，凌晨1点就是某种上讲就像是9点10点那种概念，并不是很晚。那么就是说呢，报道出来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已经开始扩大化了。这时候呢，中共就是说根本反应不过来，为什么？就是说呢，按中共的自己的说法，说是就是说呢，整个就说是这些所谓的这暴徒啊，是零零星星的聚集在各个地区开始打这个事儿。但是事实上在我看来的话呢，实际上是中共本身，他并不是那么在意那个当时这个所谓的被伤及的民众的安危的。因为实际上就是说他非常清楚，因为新疆整个乌鲁木齐市的这个构架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老城区那一块聚集的主要是维族人。然后外边住的呢，主要是汉族人，就是很多周边的一些别的地区主要是汉族人。那么就是说呢，整个来说的话，中共知道就是说呢，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呢，在那个维族地区，它可能是因为它是街道，bus 会整个就是会通过那个地区，或者人会走那个区，他知道呢，这些人绝对不是跟他有关的人，都是最基本的平民。就是说呢，比如他要步行走路，或者说要坐公共汽车，所有这些事情的话呢，造成的话呢，他不觉得整个这个时候的，就是说呢，他有那个怎么说呢？有那个紧迫感，去迅速的把这个方方面面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说呢，他本身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呢，当然他第一，他也就是执政能力的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爆发的那么厉害，他就说只是派了警察说这个人民广场有聚集，他就派了警察到人民广场看，结果呢，没想到呢，在那个同时的话呢，很多就是周边整个那个地区。零零星星都发生了暴力事件，所以说整个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第一，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按我来说，是一个官员渎职的问题。他本身来说的话呢，他应该意识到，在那个时间，在广场如果有人开始这种就是出现暴力，那实际上呢，这方方面面都会，周围地区都应该出现，应该是迅速的派警察进入那个地区的。第二，本身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本身它是一个没有这个前瞻性的问题。它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非常迟缓的反应，更说明了它没有很多。就第二天，就是呢，他的公安厅厅长说：“我走了一遍，我看了以后，惨不忍睹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惨的事情。没想到这是他自己报道出来的。换句话说，他压根儿都没有预期到最后这个会爆发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是他没有前瞻性，本身来说这是个执政能力的问题。所以说我更倾向于认为的话，当然后来一看事情发展到这一段了，他武警也进来了，军队也进来了，整个全城布满了军队，布满了甚至坦克也开进来，或者整个你可以看到的话呢。”这实际上呢是迟延的反应，事实上就本身来说的话，是中共在这个过程中呢根本没有用心执政，是个渎职的问题。是。那么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啊，如果说这个，我想请问恒河先生，您刚提到这个就是石首事件跟这个事情，石首的反应相当的快啊，他能调动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快。您觉得这两个事件是不是因为石首他这个事情是因为相关的 involve 就是涉案的这些人，他是跟政府官员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事件他们的处理是相当的快。而在这个新疆的问题上呢，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他们的能力处理的方面都没有那么迅速。我们可以这么讲吗？很难说。我个人认为哈，当然石首事件呢是一开始就有官方卷进去的，但是新疆事件你要知道，新疆啊是一个经常闹事的地方，不是说隔几年就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事情。当然内地的报纸不一定都报道了，但是呢，其实网上现在披露这方面消息的还是挺多的。我记得几年前曾经在美国公布过一个，就是
一个军人在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当时他们进新疆的时候，镇压这个暴动的时候，那个进行屠杀，就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屠杀。他呢是因为不肯杀一个婴儿，后来最后就被部队内部处理了。也就是说，这种事情在新疆的发生的可能性本来是很大的。在新疆的，其实在新疆的至少普通的汉人，普通的老百姓对这个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们才会感觉到要出事。其实老百姓是知道要出事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不 make sense， 就是当这个汉人后来组织起来上街游行的时候，你要说起来的话，军队的反应或者是那个武警的反应、部署的速度，几乎和汉人后来组织起来上街的速度差不多。因为第二天汉人就上街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政府完完全全是就是渎职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争议的，因为他是知道新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然他可能认为这件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就是仅仅是两边老百姓冲突，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不是直接和官府之间的冲突。但是你要知道，按照中国的这个责任制，就社会治安的责任制的话，发生这样重大的事件，即使不是针对官府的，也属于重大群体事件，而且是重大伤亡的群体事件。当官的照理说应该照样丢官帽子的，所以他对这个处理，你要知道各地都有一个叫做社会治安应急，就重大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后来就变成方案。这个方案里面对什么样的事件没有处理好，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官员渎职应该怎么办，他一级一级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所以他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说他是应该像失手样子的，就是对待官府的这种做法，应该是一样的，或者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别。是。好，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位加州的金先生在线上，金先生你好。你好。请说。两位贵宾好。你好，金先生。谢谢新唐人哈，新唐人就是我们那个反正会说中文的那个反正中国里面的话，就是可以说是个我们的可以说是个BBC。以前的那个英国的那个 BBC 的话，就是可以批评政府，替那个老百姓说话。所以说现在的话，只有那个新唐人的话可以那个替老百姓说话。所以说那个新疆事件的话，就是我是个藏族，我汉语说的不太好哈。所以那个去年那个西藏那个发生那个314那个事件和差不多一样的了。那个314事件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那个不是藏族人干的，大部分都是那个从武警啊那些里面的那些特务啊，那些把砸啊烧啊，这些是他们干的。你们看一看那个中央电视台放的那些录像上，可以看一下那个很清楚。所以说这次那个乌鲁木事件的那个新疆的事件也一样的，就是本来就是那个民族之间的话没有什么冲突，现在的话中国政府的话把自己那个权力那个有一点危害的时候，用那个民族来那个利用那个汉民族，所以说那个现在那个汉民族的话，有时候的话你看看那个像法轮功一样的农民工人，多少人的那个受害呀、受迫害呀、打压、进监狱啊、杀害呀。好，非常谢谢金先。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这个大陆打来的贾先生在线上，贾先生你好。喂，你好，贾先生请说。你好，这个谈中共的事情啊，我想如果说讲什么理啊，讲什么道理啊，或者是哪个事情应该是怎么处理啊，这个东西不要跟中共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中共这方面那是没有任何规则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我觉得呢，我们是应该怎样联合起来，讨论我们应该怎么让这个共产党统战的问题啊。我本人呢在大陆也是经常传输这个，像你们那个经常的节目啊，或者是传一些那些自由之声的一些资料啊，但是都是很危险的啊，因为我本人呢也是做RT的，
所以我还懂得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要不的话可能早都被他们叫去喝茶去了，啊，这个呢，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海内卫的朋友们能不能联合起来，我们也从个人来讲呢，也做不了什么事，但是能不能把正义的声音扩大一点啊，让更多的老百姓听到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啊，让大家充分的认识到共产党的丑恶性，共产党的邪恶性这是我今天要说的一点。好，谢谢贾先。那么也希望贾先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告诉您的亲戚朋友，让更多人都能够收看我们的节目。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讨论。21世纪的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以独特视角透析社会万象，以精辟观点探索世事动脉，深入中国人的世界，关心中国人的未来，聚焦中原大地，点评天下大事，请锁定《中国聚焦》。铁拳南进的呼喊，欲盖弥彰的谎言，风起云涌的抗暴潮，讳莫如深的中南海。中国镜门带您一探中国大陆新闻禁区。中国镜门带给您期盼的真相和希望。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直播现场。那么我们现在接听一位意大利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喂。张先生你好，请说。新疆流血事件能不能再多说一些？对不起，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新疆流血事件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哦，是，好，谢谢。好，那么就是刚刚这位加州的金先生啊，就是藏族人，他讲到了很多的这个在包括新疆事件里面，或者是去年的藏族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很多都是中共的武警啊，或者是中共的这些公安，他混在里面去做这种暴乱。这部分恒河先生，您是不是可以描述一下？因为在这次新疆事件当中呢，有人就是观察到有两拨人，一拨人呢是在和平示威，另外一拨人呢在打砸抢。那么所以呢，就值得怀疑的是这两拨人是不是同一拨人？是为什么会有一部分人在和平示威，另外一部分人在打砸抢？那么因为当时314事件呢就更明显一点。这位金先生说的314事件，因为314事件其实真正讲的话是3月10号的事件，3月10号和平示威，到了3月14号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打砸抢行为了，所以呢这个就差别很大。因为3月10号呢确实是西藏的一些僧侣啊在进行和平示威，所以怎么会几天以后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打砸抢事件？那么当中当然有很多是被怀疑是武警啊，或者是他们自己人。那么这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其实从中共历来的行为来看的话，就是他们要把一个事件搞大的话，他有几种方式。一种呢是坐观其成，就像韶关事件发生以后，他坐观其成，他并不一定真的要去插手去做什么，他这时候很明确的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不做什么就是在策划，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如果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他很容易的，因为这个情绪还在，大家双方情绪还在，那么肯定说对这件事情不满的情绪会爆发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只要有很少一部分人去挑一下，或者去实行一下打砸抢，那么这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因为这个一闹起来以后，自然就会有人想浑水摸鱼，有人会在里面想去打砸抢。因为真正是自发的行为的话呢，很难控制住，很难像64的时候学生那样子这么自己管得这么好。所以我记得当时共产党搞暴动的时候啊，专门有个公安纠察队。我当时不明白，后来才明白，工人纠察队不是说准备去跟别人打架的，是准备管他们自己人的，是干这个的。
所以群众真正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呢，是很混乱的，所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它有两种可能，就是静观事态发展，故意让它发展下去；还有一个呢，就是适当的放一点种子进去，把事情挑起来。这两者我觉得都是可能的。好，那么是我是说回应一下，就你对，我们现在先接一位中国大陆的电话啊。中国大陆有一位张先生在线上，我们先听听看张先生怎么讲。张先生你好。中国大陆的张先生，张先生可能掉线了。对，杰森博士。对，我就说我再接着回应一下贾先生刚才那个大陆贾先生谈到的，就是说，事实上呢，就是说呢，这个事情最终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共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统治的问题。我自己感觉呢，就是说呢，很多西方媒体报道也偏重于说是不是回汉冲突。我们也经常说是回族人。是不是就是不是维汉冲突？对，是不是维族人攻击汉族人或者汉族？网民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实际上，我来看的话呢，我从来都不把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总是一个误区，因为事实上呢，就是说呢，我自己感觉就是包括实际上就是那个任达亚女士被采访的时候，任达亚女士可能不止就是有意无意的也在谈说是汉族人怎么样，汉族人怎么样我们。实际上，我自己感觉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确实是应该一个大家非常注意的一个谈话点。这个本身谁都知道不是维汉冲突。因为如果说维族说是汉人就是说占了我们的地方，就是掠夺我们的财富，或者是汉人这个就是说呢毁坏我们的文化，不让我们有宗教信仰，不是的。是中共。我们知道了，我们汉族人本身就是说也是一模一样遭受同样的。现在我们知道中共的官员从上到下的敛财，整个巨大的财富往中共的高官那边聚集。实际上，中共也是在从财富上掠夺中华民族，从这个资源上掠夺，从文化上，你说是维族文化被中共在这个努力灭杀。实际上呢，文化大革命方方面面的历史上的过程，汉族文化从来也都是在中共的这种尽量的抹杀的过程中。现在整个大陆地区还有多少真正的中国的真正的真传的汉族文化在那里头？你谈到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信仰的问题，你维族说是我们伊斯兰信仰不被中共认可，不让我们到，就是自己开设这个伊斯兰学校。对，你到汉族地区看，实际上汉族有谁可以自由的有自己的信仰？法轮功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被镇压。西方来的这个，你要是就是家庭教会，也同样被镇压。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所谓的三自爱国这个教会，它才可能被中共认可。实际上呢，就是说整个来说，你就是说扳指头看，维族所说的声称的说是汉人对他的欺压，其实方方面面都是中共对他的欺压，而汉族人面对的方方面面欺压，也同样来自于中共的欺压。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我们应该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中共这个党对于整个那个地区的所有民族的一个镇压的过程。所以说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就是，所以说我就是回应一下金先生，我觉得关键点就是一个怎么样子把中共从中国赶出去的问题。是的。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些事件发生了以后啊，西方的媒体一般都会讲，一般都会倾向于比较同情维族人这个少数人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这些媒体对于这么讲了以后，对于很多的汉族人啊，对他们造成了很不公平的，他们可能很多的反应。所以呢，如果照杰森博士刚刚的讲法，其实维族人、汉族人都是受害者。那么，为什么西方媒体，您觉得说西方媒体他们的确是对中国有这样的偏见，还是因为中共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些一贯的态度，让西方媒体产生了这么样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呢，其实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情况的了解，它相对来说啊，没有中国人自己了解的这么清楚。在新疆的问题上，其实呢，就是刚才杰森博士已经说了，就是中共的因素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说历史上怎么样，中共已经在那里统治60年了，这60年来，在那里已经有几代人成长起来了，是完全在中共统治下成长起来的。那么如果说中共他所声称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话，那么这一代人应该把过去已经有过的比如说75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应该是忘记掉了，因为是他爷爷的爷爷可能在那个地方发生过的事情。他如果说他自己生活得很好，
如果他自己各方面都受到尊重，他不会去记得那些事情。那么恰恰是因为中共多方面的政策，第一就是政策的问题，政策不是法律，法律应该是平等的，但政策是有倾向性的，是不平等的，所以他故意制造了汉族和维族之间的矛盾。那么让维族人呢误以为这是汉族人在影响他们，在掠夺他们。其实你想看，当时黄镇去的时候，359旅后来留下来做兵团，做兵团的时候，从内地去了多少支边的青年，多少人就一辈子毁在那里了。我有很多邻居，我家在上海，我有很多邻居都是当时60文革以前就去了的，没有一家不是恨之入骨的。你想看到这么远的地方去，谁愿意去啊？那是硬把他们送去的，送去以后在那个地方开垦，非常非常艰苦。但结果呢是确实是生产出了很多东西来，但是结果什么呢？把新疆的水源新疆那个地方是沙漠地区嘛，所以水源你一占，你当然就出东西了，农产品。所以结果呢，维族人觉得他们的这个生计被汉族人夺走了，其实不是汉族人，汉族人有多少人自己到那里去的？是中共把这些人搬到那个地方去，为了他的统治。所以西方人他很多看不清楚这一点，他认为好像是维族人受了汉族人屈服，其实在新疆的汉族人一肚子的苦水，一点都不会比在这个内地的汉族人的苦水少，也不会比维族人的苦水少。他们远离家乡到那个地方去，还要受当地各种政府的盘剥，各级官员的盘剥。而新疆人呢，其实他们自己也有一批特权阶层，一批贵族，是和中共连接起来的这批贵族。这些人整新疆人比谁都狠，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集团。所以在这里呢，更清楚地看到，实际上是你是不是和中共站在一边。如果你属于这个特权阶层了，你是维族人，你就照样享受这种特权。如果你不在这个特权里面，你是汉族人，你照样要被人家欺负，是一样的。是。好，那么我们现在接一位刚刚掉线的中国大陆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喂，主持人好啊。你好，请说。听到我讲话了吗？听得到，请说。我想说，就是新疆这个世界，就是连我们大陆老百姓都不太清楚真相，都被共产党给忽悠了。共产党现在他就是说这些民族矛盾，好像他现在站到中间，坐山观虎，好像说是什么少数维族人怎么在热比亚的活动下又是分裂三股势力啊，就是意思说是要分裂国家，叫汉族人，他的那个不满也转化到这个维族的少数的这个分裂分子的这个不满上，转化矛盾，他利用这些，中国现在得到真相是最难的。你看最近这个胡斌案，他这个胡斌这个究竟是替身了还是谁，谁也搞不清楚。至于说他说那个什么热比亚是个恐怖分子啊，怎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要他自难以自圆全说。他们那个原来热比亚到去美国去说保卫就医，那不是他们放的吗？他们难道真的知道热比亚恐怖分子就在那这个他们眼皮底下就可以让他保卫就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共产党的逻辑简直怪异。最近你看那个吉林通钢那个事件，他又出来说是少群众是被那个不明真相群众被那个别有用心的一些人怎么，我老是这样子的。实际上他就对自己脱罪，他是罪孽深重，现在可以说是真是到了天灭中时刻了。谢谢啊。好，谢谢张先。那么杰森博士是要回应一下。对，实际上呢，就是我感觉呢，就是说呢，确实张先生谈的也是很对的，就是呢，中共在这一次运作中，为什么在西方媒体中，就是说呢，中共在整次这个运作中，他是小心谨慎呀。就是呢，他甚至有一段时间放进来一边西方媒体来让当地采访，他希望把这个事情呢，就是展现出来呢，他是多么的容忍。实际上，他是以牺牲汉族人的生命作为他这个表现自己容忍的一个成本的。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说呢，西方媒体报道普遍的还是就是说倾向于认为是中共在就镇压，甚至当然西方很多媒体确实是不了解情况，他甚至会谈到说是汉族人殖民新疆造成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感觉呢，就是说这个西方媒体就是这样的报道方式，最主要来自于中共整个这种信息封锁和历史上造成的这种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任何的 credit， 和在这个处理这个过程中的信息封锁，和后期的对于比如说像热那亚这样子就是个别人的这种毫无理由的愚蠢的指责，把他自己
的整个这种愚蠢展现得非常淋漓尽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让人不能不联想，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是不是有很不可告人的东西？因为他所有摆出来的事实、摆出来的理由、摆出来所谓这个背后的动机，实际上都是正常的思维方式的人是无法接受的。怎么可能那么远一个人细致的策划这么大一个东西？而且呢，整个这个事情，整个带出来的情绪方方面面的因素，不可能是他所说的那么简单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热那亚最开始是他的政协委员，是他一手捧起来的一个所谓的当地的一个女富翁。那么整个来说呢，后来又因为热那亚本身就是牵扯到这个就是本身维族的谋取自己权利的过程中，被他又打击，就是放到监狱里头。当然又用以这个偷税漏税的名义放进去。最后呢，又以这个所谓保外就医送到美国保外就医，方方面面，最后又现在把他说成了恐怖主义分子。我们知道，就刚才大陆的这个张先生谈得非常好。整个来说，事实上是这样，就是一系列他的这种不合逻辑的这种解释问题的方式，造成了他完全没有快乐。在没有快乐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一切说法在国际上都可能被别人接受。所以说呢，方方面面你可以看到，是很多西方中国人觉得心里很难受，说为什么西方媒体怎么这么报道我们中国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你要看看，第一，你的信息来源来自什么？你的信息完全来自于中共，那么你得首先问问你的信息来源是不是完全真实的。第二，你得看看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什么。在这样的人他说话，国际上谁会相信？所以说，最终的问题你仔细看看，如果中国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西方社会不会这么整个简单化的报道这个事件。那么恒河先，我想请问您一下，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在当年法轮功的事情，就是中共开始要镇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个西方媒体发出来这些讯息，当时西方媒体都是采用中共官方的说法的。那么到了后来，现在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一些社会事件，不管怎么样，西方媒体都倾向于不接受中共的说法，这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折？我觉得这是这样的，因为法轮功它到了世界各地以后啊，它就变成了当地社区的一员，所以呢，它的表现大家都能看见的。这就是中共的这个妖魔化宣传啊，在海外很难起作用的。无论是对法轮功也好，对西藏也好，对这个达赖喇嘛也好，对热比亚也好，就是这些人他在海外，他有他的表现，他和当地的社区的联系，他的演讲，他的讲话，他自己的这个就是遵循的这些原则是会被大家所认可的，因为遵循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特别是法轮功学员，他这种信仰一旦就是发展下来的话，有很多人信，所以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那么相比较而言呢，就中共现在这些年来在国际上采用的这种，就是当他经济发达以后呢，他采用的蛮不讲理的方式来逼着别人接受他的意识形态或者接受他的蛮不讲理的举动，也引起大家就想一想呢，究竟我自己看见的是真的，还是他讲的是真的？所以在海外就非常容易辨别，因为信息自由。信息自由并不是说哪个媒体没有偏见，而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消息传播出去，大家都可以去看。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要在中国大陆如此封锁。所以中共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了，它可以蒙骗部分中国人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但是同样的话，国际上面已经越来越少市场了。是好。实际上我们知道了，中共确确实实就是说呢，在整个这个新疆事件上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失败。在我看来的话呢，是他的官员的这种执政能力的失败和他整个媒体运作的失败。当然了，就是我们知道中共最近的话呢，也是努力的想花几百亿到西方打造一个所谓的把 CCTV 打造成 CNN，这样人都知道这是在白花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我们知道，因为它的本身的 credit 就是这个样子。你不管你怎么样子给你身上穿上金衣，最后大家也都知道你说的话是不可相信的。是对。那么我们再回到刚刚第一个问题，朱小姐她提到这个抚恤金的，不管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怎么样，是中共的执政能力差，或是其他的他的策划，以老百姓来帮他们这种买单，这样的合理吗？那么抚恤金20万就买一个中国的人民，现在涨成42万。好，您是不是可以谈一下？我们最后只有1分钟。我觉得，最终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当中，受害者你谁愿意把自己家里一个人生命来换几十万块钱？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所以他是实际上用了维族和汉族老百姓的鲜血和生命。不管是他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视线或者挑起民族矛盾，还是失职？我觉得最该被问责的就是中共。是的，好，非常谢谢今天2位这个精辟的分析。那么各位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2再见。